在地人在地情来到中华的王宫，这个拜六礼拜要伫渔港举办渔火节，有11组的乐手接力来演出，阁有420秒的烟火无人机的表演。今年拄到王宫渔火节20周年，中华县政府打造3大特点，包括囡仔上爱水疗、空气抓龙园、青怪人和鹅仔和基福嘉年华，料理摇滚的海洋音乐会，邀请11组的乐团歌手小说来家演出。那这一次呢，除了有我们2天嗨翻天的这个演唱会之外，我们呢从早到晚让大家安排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活动。今年这边渔火节，中华区渔会为大家准备7分钟的烟火秀、马斗打、灯光秀和无人机的表演。虽然说这2天要让大家生活够快，有孩子们的30公尺的一个这个水道，然后呢还有非常多在地好吃的东西哦。这个花宫有基福嘉年华，免费给民众吃在地美食，邀请大人囡仔来家到乐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